为了回应南台湾社区发展伫土地利用、法制规范以及社会量下等议题上的挑战，国立成功大学、昆山科技大学以及台南市地震科协会共同办理大南方空间规划治理法制论坛，邀请到来自学界、事务界专家学者，做伙针对国土计划、巨大正义，还有铁路地下化三大主题进行看领域的交流跟对话。台南市地震法学会呢，担任这个桥梁的角色，来串联各个学校还有系所之间的一些交流与活动。那么，由于 AI 时代的来临我相信这个跨领域的这个综合研讨应该会越来越多。那么，希望南部的学术界呢，可以借由这次的串联，来引起更大的回应。那希望我们后续还会发展更多同样系列的这些讲座，来讨论有关于这个不动产法律部分的一个联众，还有合作方面的一些领域。本次我们法律系呢跟成大规划设计学院、都计系以及昆山大学的房管系共同合作，一起来举办这样的一个大南方论坛。那我们本次的活动呢是分为3个场次来进行。第一个场次呢，我们将探讨国土计划的这样整体空间规划的问题。第二个场次，我们会更聚焦在这种所谓的转型正义底下居住正义的这样的一个房价的问题。第3场次则是会在进一步的落实到我们台南的这样的一个铁路地下化之后，这样的一个铁路跟这个城市之间的缝合的这个问题。那本次的这个论坛呢，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产官学研的合作，能够共同来集思广益，为大南方的这样的土地利用提供一个法制上面的建言，以及政策上面的这样的参考。这一次呢，房管系能够与这些工会一起来赞助协办这次盛会，那我们希望对于大南方的不管是公共建设，或者是房地产的市场的这个交易正常化、交易秩序、交易安全，我们都能够尽上一份心力。论坛嘛邀请到副市长赵庆惠以及市府相关局处首长莅临参加。赵庆惠表示，市府伫国土计划、巨大正义以及铁路地下化，希望透过论坛提供市府具有城市永续发展的课题。成大作为台南市的智库，这样子的一个前提之下，我们特别跟成大来合作，有关于我们在都市设计，还有我们国土发展城乡均衡，更重要的还有我们铁路地下化这个下地之后，有关于我们路园道的一些设计，是不是能够更符合我们城市发展的课题？那这个呢，都涉及到非常多相关的法规。那也涉及到很多我们在国土规划，尤其是都市开发上面的一个均衡的问题。那各个面向呢，今天非常谢谢在论坛上面的一些规划，都有各专业的这个人士尤其是我们出席的局处首长，那也共同来参与这样子的论坛，希望能够对于我们市政上面的协助呢，能够更为具体。那在建议上呢，也能够作为台南市政府在国土规划、城市发展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主办单位指出，这种论坛不只是学术交流，更是三官学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成为南台湾城市治理甲法制发展的示范典范。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